是 Vida， 然后我是身高165公分，体重55公斤。然后呢，我是 O 型巨蟹座，然后我的兴趣是看书，对我兴趣基本上只有看书而已。然后呢，我目前的工作是经营餐酒馆，然后希望大家有空可以来我们店里面走走。所以现在要性感3连拍吗？好，第一个吗？第一个，我觉得好害羞。然后有3个了吗？礼拜5晚上9点，我在闹少年等你哦，闹少年等你。没有 OK， 所以如果你身材不是很优异的男性，也不要紧张，你飞到这里也是有很漂亮女生会有喜欢你的机会啊。如果你男朋友现在突然他跳出来跟你说，亲爱的，不好意思，其实我是有娃娃亲的人。哦，真的吗？好啊，没差啊。啊，这么随便？你就这样放他走 ，Let it go。我就觉得我觉得还好，我对感情不是很执着哎。现在我们节目主持的模式，我们会把咬字咬得非常清楚，以表示我们对于这个国文的重视，以及我们在面对考试时的这个读书气息。对，不是啊，你写什么？我看。不要，快点啊！叫我看一下。下礼拜回去看 replay。擦掉，真丢脸，有够丢脸的。等一下，对，我先跟你讲，弹额头是这样弹的，哦，好吧？